妈，这个给你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孟老板从香港给我寄来的汇款，我一直藏着。你去银行把它兑了吧。我不用，我的钱够养你们2个的。现在有支了，花销很大。妈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这钱一定要用在孩子身上，不许给别人。你信得过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，你是我妈妈。以前我是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但那都是为你好。难道你真跟我计较啊？其实老王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别哭了呀！你看，小老虎。哎呀，你别哭了，你再哭我不要你了啊！这是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哭成这样！来，外婆抱，外婆抱。乖呀啊，外婆抱，外婆抱，不哭了，乖宝贝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一定是你刚才抱他不舒服，是不是，宝贝啊？你小的时候也爱哭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像妈妈，妈妈小时候也爱哭，对吗，宝贝？乖，睡，对，睡一会儿。乖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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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呀。哎，卖臭豆腐的。哎，等一下。好。来3块。谢谢小姐。你得有耐心。我刚生你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可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，毕竟心连着心呢，是吗？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？乖，睡吧，睡吧，睡吧。来，宝宝，来，躺下，我们睡一会儿。哦，乖，乖。那外婆去忙了啊，乖，听妈妈话。你们家这可乖，是不是，宝贝？外婆最喜欢。这是什么味儿啊？今天我们家芝满100天了，我炖了点鸡汤。又是鸡汤，我都快喝出鸡屎味儿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人想喝都喝不上，你还嫌？哟，老陈他们来了！哎呦，来，来，请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孩子100天了，我们给你们带了点糕点，算是一点心意吧。太客气了。哟，孩子好漂亮呀！长得像我们家贤。这孩子呀，一看就是美人胚子。您真有福气，这孩子他爹要是看见了，该有多高兴呀！我的意思是，这孩子将来一定人见人爱。他爸爸在香港做生意，过段时间就回来接我们。那个，
饭都好了，要不你们留下来吃点儿？啊，不了，我们饭都做好了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哎，好，行。那慢走啊。好。有空上来玩啊。好。哈哈，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小智宝宝睡觉了。你有病吧？打扮成这样干嘛？我想出去走走。外面那么乱，你去干嘛？那我也不能在家里闷着呀，烦都烦死了。哎呀，哎，果然那看电影定区场是真漂亮。他今天开业，那还不得买票去啊？你买票的吗？买票的吗？让我们来认识一位冉冉升起的巨星，黄曼小姐。对不起，他怎么回事啊？说词儿啊！对不起，我忘词儿了。能不能演？这么两句词儿都记不住？哎，行了，你别吓唬他，第一次难免的嘛。对不起。好了，放松放松，我们再来一次。黄曼小姐作为雷霆公司今年主推的女演员，在雷霆公司的年度大戏《花落知多少》当中，出演女一号蝴蝶一角。在剧中，她面对感情真实、果敢、敢爱敢恨，演技可谓是精彩绝伦。希望大家请问多多支持。您是苏小姐？认识我？你真是苏小姐啊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有一期新电影杂志你是封面。对。不过，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你还记得？要忘也忘不了。当时我看到以后，我就惊讶，在国内竟然有像您这样子美丽清纯的女明星。因为你还记得以前的事情。不瞒您说，那本杂志我保留到现在。不过你后来作品我没看到。啊，电影还没有拍完，就开始打仗了，所以就没拍下去。是这样的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所以消息不是很灵光。不过我现在开了一个电影公司，如果苏小姐你还有兴趣继续参加拍摄工作的话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，这是我的名片。马上就可以喝奶了啊！不哭啊！你回来的正好，可以喂奶了。吃奶粉不就行了吗？奶粉没有钱啊！
反正你已经回来了，就喂2口啊。我不喂了。为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不给他喂奶了。我要保持体型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刚刚在外边啊，碰到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，他一下子就认出我了。他觉得我可以继续拍电影，他要我去找他。你还要拍电影？你魔怔了吧？谢谢啊。我想，我们还是先聊一下拍片的事情吧。苏小姐，现在出了一点点状况。这是过去的报纸。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是，我听说，你之所以没有拍完《梦里落花》，是因为当时你怀了孟老板的孩子。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，所以我对一些情况并不了解。你是介意我跟他的关系，还是介意我生过孩子？不，苏小姐，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，娱乐圈这个圈子非常小，但凡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负面新闻，就对这个人的发展是很不利的。更何况我这个公司又是新公司，所以 I'm sorry。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 Sorry。都是你，是你毁了我。好好的呢，吼什么呢？就是他毁了我。来，抱抱啊，抱抱，别理他啊！你看你这么点出息，你在外面受了委屈，你拿孩子出去。早跟你说过了，你该死了拍电影这条心，在家好好带孩子。 如果不是因为他，
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？演我佣人的，现在都当女主角了。当初演的应该是我，是我。可是我现在呢，我却要受到别人的奚落和羞辱。命运为什么是这样对我的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就是因为他，是他毁了我的梦想，毁了我的生活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当初真应该听你们的，我得罪了。你疯了吧？我就是疯了，我早就疯了。行，她是你的女儿，那你有本事掐死她啊！现在呢，我要给你倒点热水，可是热水太烫了，你喝不了。不哭不哭，马上就好啊，马上就好。晃一晃，看到没有？热水太烫了，你喝不了。好喽，我们可以吃饭饭喽。来，外婆这儿来，我们就可以吃饭饭了。哦，你的嘴别，想吃饭饭了还是困了？嗯，不哭，来，我们吃饭饭好吗？吃饭了。哦，不哭，你到底想干嘛嘛？不哭。黄包车，哎，来了。麻烦我要去医院，哎，要快一点啊！好嘞，走。哎，坐稳了。医生，孩子严重吗？没事，是出水痘，待会儿打一瓶吊瓶，体温就能降下来。但是记住，不要让孩子抓破了水痘，不然以后就是麻子了啊。好。今天病房都满了，
先将就在楼道里打吊瓶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没事儿啊，医生说没事儿。聪，伯母，真的是你。小姐，认识一下吗？我叫于少波，可以坐吗？哎，我叔父是于飞扬哎。于飞扬是什么人啊？于飞扬你不知道啊？外滩有3个饭店都是他的。当年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，就是看中上海这个地方，他先是买了皇家总会，然后在外滩买了3个饭店，然后做了很多的事业。哎，他可是哎，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这是谁的孩子？邻居家的孩子，我帮他们照看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出水痘了。那没事，就是要小心。你在上海啊？是，在上海。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上海了。没有，就是前段时间回了一趟老家。伯母，嫌他怎么样？你们很久没见面了吧？他还好吗？他还好。你呢？已经结婚了吧？没有，现在时局这么乱，我也没心思想这件事。那女朋友总归有吧？我还是一个人，我觉得一个人挺好，没有牵挂。贤也是。孟老板跑去香港了，他们就这么完了。你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？对。你来看病啊？不是，我来帮朋友取药。伯母，那我还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行，那你先忙。伯母再见。哎。到了，小姐。哎，谢谢。妈，妈。你妈她不在，带孩子出去了。他们去哪儿了？这我不知道。我还以为你跟他们一块儿呢。妈，你们去哪儿了？我带你女儿去医院了，她出水痘了。什么？她出水痘了？要不要紧啊？出水痘不要紧，每个人都要出水痘的，就是别让孩子把水痘抓破了，要不然长大以后会成麻子。哎，记着把孩子的手指甲给剪了。你懂得还挺多的。饿了吗？贤，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。
什么事儿啊？你知道我今天在医院遇到谁了吗？谁呀？聪。他生病了？不，他替别人拿药呢。他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，只是看着比以前成熟了一些。有一次，我也看见他骑车从医院门口经过。你没跟他打招呼吗？没有，他还带了一个姑娘。他今天主动问起你，问你过得好不好。我有什么过得好不好的？他说他现在是一个人，还是单身。我说你也是一个人。你跟他说这个干什么？他看见我抱着枝，问这是谁的孩子。我说这是邻居家的孩子，没说是你的。你就算说这孩子是我的，又能怎么样？我不想让他知道你已经有孩子了。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个地方。血？日本鬼子用飞机轰炸了我的老家，我的父母跟二姐就在我眼前被炸死了。我亲眼看到我自己的家被夷为平地，变成一片废墟。对不起，又让你难过了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啊？我现在没有工作。你还在拍照片吗？我把其他东西都卖了，唯一留下的就这台相机了。我没有别的能耐，不能扛枪上前线打鬼子，能做的只有拍照，用照片揭露日本人的罪行，去宣传我们的民族抗日。那会不会很危险啊？危险？我这个时候还怕危险吗？日本人已经侵略到家门口了，我总该站起来做点什么吧。与其苟且偷生，不如为信仰而死。不说我了。你呢？现在怎么样？我还能怎么样？当一天和尚，撞一天钟罢了。瞧你说的，好像七老八十了。你没有想到我会来找你吧？
那天你没有来码头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聪，哎，聪，快点吧，再不上船就来不及了。再等等吧，我们说好的。船就要开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快点，走吧，快点。聪，快点。我妈说了你好几天了，说你还住在这里，我还是忍不住跑来看看你。你能来找我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还以为是我舔着脸来的。今天你主动来找我，我还是很开心。1楼变成西饼店，平时回家岂不是很麻烦？我们在那边开了个后门。好了，谢谢你，快回去吧。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你？等回头再说。快走吧。姐，我爱你。这些话，如果现在不说的话，以后就没有勇气说了。聪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为什么？我承认，我恨过你跟孟雨农在一起，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我还是离不开你。明天来我家里一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承认，我恨过你跟孟雨农在一起，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
我还是离不开你。贤，聪来了。是我让他来的。他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可以把孩子带出去。快把孩子给我，我抱到别的地方去。不用。你干什么去？我去开门。可是你的孩子……进来吧。这是谁的孩子？先上楼吧。聪来了。伯母你好。好。妈，你抱一下孩子，我跟聪说会儿话。哎，好。到我房间吧。你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你别忘了告诉他，这是邻居家的孩子啊。刚才那个孩子是谁的？她叫芝，是我的女儿。你的女儿？你吓到你了吧？那天在医院，伯母抱的是你的女儿。对，我妈没有跟你说实话，说那是邻居的孩子，其实是我的孩子。我已经是个妈妈了。这就是我的现状，我不能瞒你。这个孩子是孟老板的，是我跟孟老板的孩子。你如果有事儿，可以先走。孩子的事儿我来说。贤，你不能这么直白，你这么直白，你让……干什么？我已经跟聪说清楚了。聪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个孩子是贤的，可是贤也很痛苦，他还年轻，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麻烦。伯母，什么意思？妈，这是我的事情，不用你管。你出去。这就是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。
你应该明白了。你可以走。那我先走了。